那我们上堂课呢，最主要呢就是在讲述就是根识呢还有意识之间的差别。那总的来说呢，就是我们会提到说，在我们所有呢就是能够感受的了知呢，或是在感受的觉知里面呢，那对于说像是外面的色身等等呢，能够直接呢去做感受的呢，那这个呢是属于根知为。那意知呢就是心的部分呢，最主要呢就是再去细分的了解，就是我们根知所无法体会到的这一些细节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呢，就是当我们的直色的根识或是直身的根知呢，那它呢是可以领受到就是这些所谓的就是色身等这些境，但是呢，它在领受之后呢，它就是领受而已，但是它没有办法呢去分别，比如说升起一个这个是红色，这个是瓶子，那能够去思维这个是瓶子，或是能够想说这个是红色的呢，这些最主要呢都是在意知的范围里面。那乃至于呢，我们会升起这种比较的这种觉知的时候呢，就会去觉得说这个比较好，或者说呢这个比这个来得更好，或者说呢去判断说这个东西是大，这个东西是小，然后这是什么颜色，这是什么形状呢，就是去做判断的这一种呢，都是属于意知的范围。那所以同样的呢，就是当我们呢，就是眼睛呢，就是在看瓶子的当下呢，那正在看瓶子的这个呢，最主要呢是属于根知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眼根知呢在看着瓶子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就是比如说看这个瓶子呢，然后看了5秒、10秒之后呢，我们把眼睛闭起来之后呢，那我们还是可以现起这个瓶子的样子。然后呢，在我们看瓶子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意知呢也会现起来说这个是瓶子的这种想法，所以说呢，这些呢都是属于意知的范围。那就是正在看瓶子的当下呢，那最主要的作用呢是透由就是根知，就是眼根知呢去看到这个瓶子。但是之后呢，就是虽然说我们把眼睛闭起来了，这时候呢眼根知已经失去作用，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现起刚才的瓶子长这个样子，或者说我刚看的瓶子呢它具备什么样的特色。那虽然说这个时候呢根知已经没有了作用，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现起这些了知，那这些了知呢就是意知的作用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就是除了说我们在闭起眼睛根知失去作用之外呢，那就像是说在我们做梦的时候，那做梦的时候呢是5种根知呢它都已经完全没有作用了，但是呢因为有意知的缘故呢，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可以有种种的感受，或者说种种的想法呢。那这些呢，虽然说根知它已经没有作用，但这个时候呢，能够作用呢，就是属于意知的范围。那所以同样的呢，就是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对苦乐的感受呢，其实苦乐的感受可以透由我们的根知去了知，那也可以透由呢意知去了知。那透由意志去了知的部分呢，就比如说呢，我们在其种种的影像，那这个是我们经验呢可以了知的，而且不仅仅是说做梦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现起各种不同的影像，那乃至于说呢，在我们醒的时候呢，我比如说我看到一朵花的时候呢，我内心会现起这个是一朵花，那这个是一个瓶子，那或者说这边的东西呢，全部都是瓶子，或者说这个瓶子很漂亮，那乃至于说呢，你会看到这个瓶子，做梦的时候呢，那你会梦到这个漂亮的瓶子，那乃至于说呢，到时候呢，那或者是说呢，像刚刚所提到的，就是当我们眼睛闭起来的时候，当你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虽然说你的眼跟是没有作用，但是还是可以推演起说呢，它到底长什么样子？那乃至于说呢，我会有时候呢会觉得说，他是不是有什么人，然后因为这种感到害怕，或者说呢，对于说自己的家人或是父母呢、亲人，然后想要珍惜的这种心，啊，或者说呢，我们内心往好的这些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些全部都不是属于根知，那这些都是意知，而且这些意知呢，都是我们经验可以了知的。
它是不用透由理路去成立的。不过虽然说这些呢是不用透过理路去成立，但是可能以前呢我们没有特别学过意志这个，它全部那时候意志里面意志的这个范围里面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讲述就是根线之前呢，就是我们要先了解到什么是根枝。那为什么根枝我们会把它安立，它的名字叫做根枝呢？那它就是我们自己是不共真上缘。那根枝呢，它最主要的不共的因是什么呢？是在它的不共的真上缘，就是透由五根的这个根，也就是所谓的聚色根呢，是它最主要的因的缘故呢，所以呢，把它称之为叫做根枝。不共的真上缘，真上缘呢，就是提到说是聚色根的缘故呢，所以呢，把它安立为是根枝。那是色根的话呢，那有哪种？那有几种色根呢？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它不共的因呢有五根的缘故呢，所以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根枝。那这不同的五根呢，就提到说，像是自知不共真上缘呢，就是像是眼根；那自知不共真上缘呢，耳根；那不共真上缘鼻根，不共真上缘身根，然后还有不共真上缘舌根、身根。然后这五种不共的真上缘呢，然后所产生的五种根式呢，就是直色的根枝、直生的根枝、直香的根枝、直味的根枝，还有直处的根枝。就是因为刚刚人们说就是网络不是很好，那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听清楚。那就是呢，这边呢就是提到说呢，因为呢在讲根枝的时候呢，最主要为什么会把它安立为根枝呢？最主要就是因为说它的不共真上缘呢是聚色根的缘故呢，所以把它安立为叫做根枝。所以同理呢，我们可以了解到说，那既然呢它的安立的名字呢是透过它的不共的因呢去安立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那既然我们可以知道说。我们可以知道说有五根，那五根呢都是它不共的因的时候呢，那同样的透由这五根呢所产生的这种根枝呢，我们自然而然呢就可以透由这五根呢去命名，就像是呢这里所讲到呢由自知不共的因呢，那就像是由它的不共的因呢，如果是眼根的呃眼知。那同样呢，它的如果是透由这个意识呢，就是这个根知呢，就是所谓的耳根知。那同样呢，透由鼻根知的话呢，透由鼻根呢所产生的呢，那就是鼻根知；那透由舌根所产生的呢，就是舌根知；那透由身根所产生的呢，就是身根知。所以我们可以到说，在安立名字的时候呢，只要看说它的音呢是哪个时候呢，然后就只把它安立进去之后，那就是这个根知的名称。那就如同说呢，我们在烧的，就是阴呢，如果说像是檀香木的话，那我们去烧檀香木的时候呢，那所产生的那个香呢，还有味道呢，我只能说就说这个是檀香。那同样的，如果那这边呢，最主要就提到说，就是我们在讲述就是根枝的时候呢，最主要是透了它不共的因，那就讲到说它不共的因呢，就是所谓的色根。那我们在讲说，色根呢，它其实分为五根，就是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跟身根。所以透过它的不共的因呢，就是看是哪一个
它是属于哪一根的果呢？然后去安立它的名字。就比如说呢，如果它的因呢是眼根的话呢，那所产生的这个果呢，就会提到说是直射的眼根。那同样呢，如果说它的因呢是耳根的话呢，就会提到说直生的鼻根，直生的鼻根，直射的根枝。然后还有说直生的根枝。那如果说呢，它的因呢是鼻根的，它的因呢是鼻根的话呢，那就会提到说这个取名呢就会称之为是直香根枝。那同样呢，如果它的根是舌根的话，那就会提到是直味的根枝。那它的不共因呢，如果是生根的话呢，那就会提到说是直处的根枝。那同样呢，如果说它的不共真上缘呢，如果是异根的话呢，那同样呢，我们就会称它为叫做异枝。所以最主要它的命名呢，就是透由它不共的因呢来做来安立它的名字。就比如说呢，我们在烧香的时候呢，如果说我们烧的这个呢是檀香木的话，因为因呢是檀香木的关系，所以烧出来这个烟呢，我们就称之为是檀香。那乃至于说我们烧其他的树木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烧的这个木头如果是榕树的话呢，那散发出来的香我们就会说是榕树香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说很多东西在命名的时候呢，都是把它的因呢，然后直接拿过来做果名，就是把因名然后来取做果名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五根枝的命名，或者说意枝的命名呢，也是一样。最主要呢，就是看它不共的因，就是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五根里面的哪一个，或者说它是属于异根的话呢，然后来做这六世的命名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所谓的五根枝呢，然后加上意枝呢，就是我们一般所讲述的六世。那在佛讲的经里面呢，像是解深密经里面，它就很明确的呢提到说，六世呢它的境呢是哪些，然后又哪几种。然后呢，同样的呢，在楞伽经还有像是广大游戏神通经里面呢，都是很明确的呢提到说六世这个名词。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呢，就是在佛教的四部宗义里面呢，那承许六世的呢，那就包含了像是一切有部、经部中、秩序还有应成呢，那大部分呢都是承许六世的。那在六世之上呢，就是承许有第七、第八意识的呢，那是在唯识宗里面，就是唯识宗还要分为很多的派。那就是有一派的唯识宗呢，他会承许说，就是不只有六世，那六世之上呢，还有第七意识以及第八意识呢，所以是承许八世。那除此之外呢，那佛教的大部分的宗义师呢，大部分都是承许所谓的六世，那也就是五根世呢加上意识呢，然后把它称之为是六世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了知呢六世之后呢，那我们再回来看到这边所谓的根知。那我们在了解根知之后呢，那同样的呢，这边提到的呢，就是所谓的根现前。那同样这边我们就讲到说，就是由自知不共真上缘呢，具色根这一点呢，是属于就是根知呢它的性相。那后面呢，就是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，是属于现前的性相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就是根知的性相还有现前的性相合起来呢，那它就呢是属于就是根现前的性相，或者说呢它的体性是根知，那它又是现前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根现前。那这里呢，在讲到就是根现前之后呢，那就提到说呢，那根现前呢分为哪几种？那我们在刚刚呢提到根知的时候呢，最主要提到说根知呢，它其实是分为说是眼知、耳知、鼻知、舌知还有身知这五知。那这五种根知呢，它在命名的时候呢，最主要是透由它的就是不共的真上缘，就是透由它的不共的因呢，如果是眼根的话呢，我们称之为是眼知。那它的不共因呢，如果是耳根的话呢，称之为是耳知。那就是这五知呢，就是看它是相对应的五根呢是哪一根而去做命名。那在这里呢，讲到根现前的时候呢，就提到说分为就是直色的根现前、直身的根现前，然后直香的根现前、直味的根现前呢。那这种命名的方式呢，它是透由它的境。就是说呢，它的境呢，如果是色的话呢，然后就把它称之为是直色的根现前。那它的
静呢，如果是生的话呢，就是直生的根现前。所以在这边安立根现前的时候呢，是以它的静。那同样呢，我们知道这些静呢，就是它的所缘缘。那同样呢，所以它也是透由音的这一部分呢，然后来做命名的。不过它的音呢，那这种命名的方式呢，就是提到说呢，我们提到说，色声香味触呢是属于静。那我们提到说呢，根知呢或是现前呢，它是属于有静，所以有静它在命名的方式呢，要么就是透过它的不共的声上语，不共的音呢，就是五根去命名。那另外一种命名的方式呢，就是透过它的静，它的静呢是哪一种时候呢，而去作为它的命名。所以一般呢，我们就是直接受用的呢，都是属于就是最初的摄法。那这种初分的摄法呢，就是我们所讲的色声香味触。那这色声香味触呢，也是一般我们所讲的五欲或者是五妙欲呢，就是指到说就是色声香味触。那根知呢，最主要的作用呢，就是受用这里所讲的五欲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提到说，直摄跟现前的性相。那直摄跟现前的性相呢，就讲到说，依智之不共真上缘眼根，然后即所缘缘色，所生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，那这个是属于直摄跟现前的性相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呢，直摄跟现前呢，它要具备了三个条件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呢，它本身呢要是眼知，这就是这里讲的，它的不共真上缘呢，透由眼根所产生的。那依智之不共真上缘眼根所产生出来的呢，那就是除了眼知之外呢，那是不会有其他的。所以第一个符合的条件呢，它要是眼知。那第二个呢，即所缘缘色。那它的所缘缘呢，是要是属于这边的色呢，讲的是色处，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色法呢都是这里所讲的色，像是我们讲到后面的声香味触等等呢，它也是属于色法，但是并不是这里所讲的色。这里所讲的色呢，讲就是色处，就是要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色呢，所以提到说即它的所缘缘呢，就提到他说静，它的静呢要是属于色处，然后呢所生。除了这两个条件之外呢，还不够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提到说它本身呢要是现前，所以就提到说所生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。所以当它具备了第一个条件呢，它是眼知。那第二个呢，它的静呢是属于色处。那还有第三个，它本身是现前的话呢，那这三个条件都符合的话呢，那它就是直摄跟现前。所以就讲到说依智之不共真上缘眼根。即所缘缘色，所生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，那这个就是直摄跟现前的性相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稍微再来讲述一下，就是第一个呢，为什么它要具备即智之不共真上缘眼根呢？因为假如说呢，它本身呢就是具备第二个条件，就是它的所缘缘呢是色处，然后呢它也是所生以离分别呢，且不错乱的了知呢，那具备这两个条件呢，它不一定会是直摄的眼根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也有直摄的意根，直摄的意知。那直摄的意知呢，它符合它的所缘是色，那它同时也是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，但是它并不符合一个条件，就是它的不共真上缘呢，并不是眼根的条件呢，所以呢。只符合后面两个条件的话呢，它没有办法成为直摄跟现前的性相，所以呢才会加上说，第一个呢要依智之不共真上缘呢眼根。那如果说具备了第一个条件跟第二个条件之后呢，那它是否又能够成为是直摄的跟现前？直摄的跟现前呢，那同样的也是没有办法的。像我们讲说，就是直蓝色雪山的眼知，或者说呢。把一个月亮看成两个月亮的眼知呢，那它的不共真上缘呢是眼根没有错。那同样呢，它的所缘缘，那这边呢就是有一些争议，就是有的人会说呢，就是那我们这边以就是大部分的讲法来说的话呢，它应该是能够看到雪山的，就是它因为看到了雪山呢，它才能够把雪山呢看的是蓝色的。它如果一开始连雪山都没有看到的话呢，那就不要说它看到蓝色的雪山，因为它连雪山都看不到。或者说他如果没有看到一个月亮的话呢，那他怎么能够看到两个月亮呢？所以这边呢，就是他符合第一个条件，就是他的智之不共真上缘呢是眼根，那他的所缘缘呢也是色，但是呢，他并不是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并不具备不错乱的这个
条件，因为它本身是错乱的，所以呢，一定要符合这3个条件呢，才能够把它称之为叫做直射跟线前。那今天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先上到这边。